查一查有 face。跟住又輪到 White Magic Team 咯喎，佢哋派出嘅代表係3號嘅 Jermaine， 咁樣送出就係 Sita 嘅名作《望穿》啊，交個台俾 Jermaine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咁我喺呢度想好多謝今晚嚟支持我嘅班朋友啦，同埋好想唱一首我好欣賞嘅一位歌手嘅作品，就係《望穿》，送俾大家。